人持前面观点之人，什么？未懂此理，未懂此理，正法真正融入自相续的修行者，他们的身口意三门，以因如脚踩在棉花上，或者在米粥里加入酥油一样柔软调和。如果自己承办少分善事或护持少许境界，就认为我已如何如何了，相续恒时充满傲慢，对方圆词稍有什么不当，对方圆词稍有不当，便说他什么？轻视，他轻视，侮辱我了，心中愤愤然，气冲冲。这说明正法与自相续已互相脱离，是正法丝毫也无益于自心的标志。金厄瓦格西说，我们越而之修果执越重，忍耐力比心地还弱，心量狭小，比未藏的厉鬼还要暴躁易怒，这是文思修已颠倒的标志。因此我们应于一切时处谦虚谨慎，身具卑微，身着破衣，恭敬地位上中下所有的人，着重修持慈悲菩提心，以正法调伏自相续，这是修行的无误要点。无什么？无误要点。无什么？没有错误的要点。无什么？无误，没有错误。无误。错误的误。哦，无误要点啊，无误要点。所以他也胜过了无欲与自心，成千上万的高深见解和甚深修习。哎呀，那这些上面都是我们就是要修持安忍的部分，而且上面呢就是有我们接触过佛法的真正的修持怎么说呢？修行真正的一个修行人，闻思修持没有颠倒，也没有错乱，没有那个误解的一个人来说的话，那这个人的修持的过程，越修变得就是越柔软，越调伏，相当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脚光着，然后踩到棉花上面的话，那就是很软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踩到那个石头上就很硬嘛。那或者是那些怎么说呢？那个踩到一些不平的地方啊，然后就是或者踩到那个马路上，或者是那个很多那个怎么说呢？是石子啊，就各种各样的地上面，那就会脚都会受伤嘛，对不对？踩到棉花上，踩到地板上或者是地毯上，就感觉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相处的人，我们相处一个非常个性非常不好的暴躁的人，那我们会很辛苦嘛，对不对？就像这样，我们自己不要变成那种就是怎么说呢？那个石头一样的，或者是木头一样的。我们自己希望就是对于他人来说，我们自己变成棉花一样的，那种才是最好嘛，对不对？那前面也是有一个形容，那这个是西藏人来说的话，就是经常马上会听得懂的，但是你们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听得懂。那这个来说的话，就是相当就是用青稞面熬一个那个怎么说呢？汤一样的。那它呢，就是没有放那个酥油的情况下，它会就是烧起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比较容易那个冒出来的，然后声音也啪嚓咔嚓嚓嚓嚓很大，然后就也很冒出来，很容易冒出来的。那就是
这个上面如果是加一点的酥油下去的话，它就自然而然就会，怎么说呢？那个不会冒出来，然后就是会停下来，而且也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形容一样，这个就是相当就是我们今天熬个牛奶，然后火很大的话，就马上会冒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它要冒出来的时候，加一点点冷水的话，就自然就会停下来嘛。就像这样的，因为人的脾气本身就是很暴躁，很那个。正常的人脾气很暴躁的情况下，他很有嗔恨心的情况下，主要是有一点点的那个对他不利的部分，他马上就会有反应的这种。那学过佛法以后呢，就像加了那个冷水一样的，那就是很平衡的、很平静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就总的来说啊，就是修道什么样子？修道任何事情都是。看到就是有人对你好，或者是对你不好等等各种各样的时候，就完全就没有任何感觉的，就是可以做到木头一样的，达到这样的程度的，那就忍辱的就比较好的。但是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，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一开始就像就是熬的那个牛奶一样，快要冒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加冷水一样，自己那个起心动念，自己的那个正念的心想起来。一开始有点暴躁，但是想一想，哎呀，算了，我是修行人，反正就是要忍辱一下，那也很好的，就像那个加了冷水一样，这样时间长了，他会慢慢会习惯的。一开始做到木头一般是比较麻烦了，比较不容易嘛，但是慢慢，那就是可以熟悉，到最后就那些很多的有的没有的实践的一切都是。就像前面那个怎么说呢？那个印度丹巴仁波切所讲的一样，一切对与不对，或者是怎么说呢？好听与不好听的一切，或者是对与不对的行为一切声音，一切看到所先见到的，这些都是知道一切都是幻觉，一种幻觉。所以就像那个大海的波浪一样，因为它就是自然的来，自然的退。这种都是我们这个众生的一种幻觉，可以当做这样的一个程度，那就已经是非常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总有一天一定会达到这样的，所以就是很多的这种敏感度，要降低。那个方法来说到，就是要学习怎么学习？平常都是要思维，我们要修忍辱怎么去修？如果是自己有一些案例，就是像过去。我们自己没有修过忍辱的地方，那就更要懊悔、忏悔念经才多的忏悔经。我过去对谁实际上可以忍辱的，但是没有忍辱，或者是这些呢有条件没有条件的，我对我的过去的同事也好、同学也好、亲朋好友也好亲人也好、家人也好，当然就是这些人跟你最有关系了，没有其他的很多众生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呢就是也不会变成就是你肯定也过去也没有伤害过他们，那你是就他们你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伤害，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伤害所以但是这些亲朋好友里面、同事同学里面、朋友里面，那些里面肯定就是有相互有帮助过的地方，相互有伤害过的地方，相互有利益过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这些过去自己不对的地方，或者他人不对的地方，自己有嗔恨过的，这些都是要去忏悔，一定要忏悔。然后同时呢，就是下定决心，以后在我在这个人生当中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必须得要忍辱，无条件的去忍辱。为了什么？我要获得佛果，不是为了今生的利益，要为了生生世世的利益。我必须得要获得人生，所以呢，我必须得要去忍辱，修忍辱，一定要这样去发愿发心。这个是不止一次的，每天早上都想，每天早上都这样想的情况下，那到最后呢，这些而且能做得到的原因是什么？它就是你必须得要找到一个原因的，那就印度丹巴仁波切所讲的一样。前面我们就是有今天看到嘛，印度丹巴仁波切有讲嘛，一切都是幻觉而来的，所以不要去在乎这些就可以了。因为事实也是这样，都无常嘛。过去10年前的事情，今天看不到嘛。你可以想一想，很多都忘记了嘛。10年前对你最有利益的，今天也是这个样子。10年前对你最有伤害的东西，也是今天也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
那所以就这些都是无常嘛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幻觉。如果是过去10年前你最想不通的事情，今天想一想，也实际上真正想到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，没有什么想不通的。但是你当下没有这样想，所以就伤害了你啊，就是严重的变成严重的伤害。如果当下你这样想，知道就像刚刚印度丹巴仁波切所讲的一样，当下你知道这就是一种幻觉，轮回中的众生的一种虚幻，一种虚假的一个幻觉。那么就像那个做梦一样，知道这样的话，那就对你不会有伤害，对他人也不会有伤害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都是一定要去想，去过去没有做好的地方呢，就是要去忏悔，然后以后要完全要修得好，也这样去下决心。这就是我们修持的，任何的时候都是必须得要有的，经常要有的。自本作人着康中